阿摩司書1章13節，耶和華如此說：亞捫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，因為他們剖開基列的孕婦，擴張自己的境界。提到亞捫人嘅罪，係令一般人難以想像，因為為咗擴張領土，為咗侵略別人嘅地土而發動戰爭，而且以人類極殘暴嘅方式將嗰啲弱勢者殺害，發洩自己兇暴嘅獸性。呢種欺凌弱者嘅行為都令人發指。佢哋嘅目的唔單係為咗斷絕對方嘅兵源，更加係不人道。亞捫皇帝提格拉比列色一世在公元前第11世紀嘅時候，曾經被佢所編嘅年鑑嘅人稱讚佢殘忍地屠殺孕婦同佢哋腹中嘅胎兒。喺阿摩司傳道幾年之後，以色列嘅皇帝米拿現就犯過同樣可怕嘅罪行，記載喺列王記下15章16節。呢種行為就係用人類最低標準嚟衡量，亦都已經係大罪惡，但佢卻為殘忍嘅軍事行動所採用。佢哋唔單止殺害敵對者，連佢哋嘅下一代都唔放過。阿摩司宣布上帝嘅審判，最重要嘅目的就係反對亞捫人胡作非為，將一啲沒有自衛能力、未出生嘅都唔放過。我有冇用掩飾自己嘅罪行，以其他嘅事嚟去遮蓋？可能我哋用一啲行為正直嘅事嚟去遮掩自己嘅罪行，以為唔會被發現而沾沾自喜，感到自豪。